禀大夫，宋国大夫项须来见。项大夫现在何处？他在院中等待。快，随我出营。诺。还有项大夫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孔大夫一向可好啊？好，快请进屋。孔大夫好悠闲呀，这鱼养得不错嘛。让您见笑了，快请进屋吧。项大夫怎么有空到陈国来了？我是为你们陈国的安危而来。我们陈国是楚国的附庸国，也是你们宋国的附庸国，现在又遭郑国侵扰，哪儿还有什么安危可言呢？我此次就是为了陈郑休兵而来。陈郑休兵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去过郑国，与郑国大夫梁萧商定，只要陈国休兵，郑国也立即休兵。我们陈国不愿意打仗，可是楚国硬让我们攻打郑国，我们不敢得罪楚国呀。再说，宋公若不侵扰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屈身于楚国。休兵之事，我们真的做不了主啊。如今郑国有休兵之意，你们陈国何不借此机会就此休兵呢？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若想休兵，必须得征得楚国的同意。我想楚国是不会同意的。恐怕项大夫这次要白走一趟了。项大夫的好意，我知道。陈郑休兵之事，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呀。既然如此，项须告辞了。项大夫，恕不远送。停！前方是何地？禀项大夫，这里是苦邑地界。苦邑？我李乾兄弟老家就在苦邑曲人里。哎呀，李乾兄走得太早了，伯父李太公不知现在如何。我不如顺路去看一看李太公他老人家去。去曲人里。诺。走。笑一个，笑一个！你看，哎，眼看着长大了啊！大伯，哎呦，瞧瞧啊！有人自称是宋国大夫项须来访。你道何人？宋国大夫项须。哦，他现在何处？在客堂，说是专程来看望您老人家。好，去找你娘啊！丽儿啊，随我来去见见你叔叔项大夫啊！快！好的，爷爷。快点！来，李辽啊，让香梅准备些饭菜啊！快！哎呦，项大夫，伯父，您一向可好啊？好，项大夫，别来无恙啊！好。来，快见过项大夫。李尔，见过项大夫。这位是？就是李乾之子，李尔啊。他是我李乾兄之子。是啊。
好相貌，好相貌，真是好相貌啊！果然气度不凡。我李前兄若在天有灵，心里也会安慰了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向大夫一路鞍马劳顿啊！来，快坐下说话。太公请，坐。但不知向大夫此行所为何来？陈正连年征战，宋公怕殃及宋国，特派我去陈郑二国游说，劝两国休兵。途经此地，特看望伯父。但不知息兵之事谈得如何？爷爷，向大夫此行恐是徒劳了。正如贤侄所言，陈郑二国根本不听我的规劝，全都顾左右而言他。这可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哦，这是为何？向大夫，因为你心中只考虑了宋国的安危，没有考虑天下的安危啊。此话怎讲？敢问向大夫，何为天下？天下乃是百姓的天下。可如今，天下诸侯莫不逆道而行，拒百姓于疆场，诈百姓于贫穷，使民心尽失。纵使陈郑二国罢兵，其他诸侯又会燃起战火。到时宋国再去劝其他诸侯国休兵，岂不可笑矣？好，向大夫用茶。哎，再说，北面的晋宋，南边的吴楚，东边的齐鲁，还有西边的秦郑，都是三皇之脉，又哪来那么多仇怨呢？这些皆是其贪婪欲望所致。若天子能够善守其道，诸侯能够善守其土，清心无欲，请问大夫，天下又哪来的战争呢？诚如此，天下太平，苍生永福矣。向大夫，您欲弭兵，应胸怀天下，弭天下之兵，安天下之民，不可只为了宋国一国的安危，只弭陈郑二国呀。贤侄，弭天下之兵，谈何容易啊！凭向大夫的学识和谋略，想弭天下之兵，又有何难呢？贤侄请讲。这陈郑二国不过是楚晋的附庸，和他们商谈弭兵之事，是无济于事的。凡事都应该寻其根本。这弭兵之事的关键，就在于楚晋二国的态度。若是能够说服楚晋，带领各自的盟国会盟弭兵，那么中原岂不安矣啊？太公，我饭备好了，请用饭吧。哦，向大夫啊，饭已备好，我们先用饭，边吃边聊啊。太公等一等，我与李耳贤侄还有话要说。哦，好，先下去吧。是太公。贤侄啊，你刚才说的楚晋弭兵之事，我与楚国令尹屈建、晋国正卿赵武有很好的交情，我可以游说他们。只是楚晋两国自恃强大，恐怕很难相会盟誓。大夫请放心，他们定会相会盟誓的，只不过为争一争这盟主之位罢了。这是为何？郑国的后患是晋，陈国的后患是楚。可这晋楚二国也有后患。晋楚也有后患，他们是谁呢？晋楚虽强，但后患不浅。晋侯已被架空，毫无实权。赵武、韩起、魏书、荀盈等大夫分握重兵，割据一方，皆有互相吞并、取晋侯而代之之心。
此乃晋国之内患，他们既要互相防范，又要南面防楚。请问，这晋国岂能无患呢？哎，李儿，向大夫在此休要妄言。有理，说的有理。那楚国有何患呢？楚之大患，乃吴国。大江东面的吴国已经强大起来了，这些年不停侵扰楚国，攻占楚国的城池和领地，楚王甚是不安。吴就是楚国的心腹大患。依贤之看，这晋楚如何弭兵呢？楚晋二国皆有心腹大患。倘若此时能在中原得以息兵，则晋可以一心治内，楚可以一心防吴，故此他们定会相会盟誓的。若是以宋国作为东道国，他们不会不给面子的。这是为何？很简单，因为宋国是公爵国。只不过在会盟时，宋国需要因势利导。若是此次会盟能够成功，则中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免于战火，那老百姓也能过上安定的日子了。向大夫，还是先用饭吧。向大夫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老朽定要敬向大夫一杯啊！不，这杯酒，我要好好敬敬李耳贤侄。好，我们先去用饭啊！太公请。哎呦。公元前546年春，宋国大夫项须在李耳的建议下，出使晋、楚、齐、秦、鲁、魏、郑、曹、蔡、陈、徐等国，协商弭兵会盟之事。除秦、齐二国以外，其余10国皆同意同年6月，宋国作为东道国，在宋国举行弭兵之会。道国宣读盟书。今天
是弭兵会盟订立盟约之日。首先，我代表东道国宋国，欢迎各国代表远途而来参加今日会盟。按与各国协商会盟条款，现我将盟书内容宣读一下。读完后，各国代表若有异议，请当堂指出。十国弭兵盟书，乙卯年中元节，楚国、晋国、鲁国、魏国、郑国、曹国、蔡国、陈国、许国、宋国，共10国，在宋国国都举行弭兵会盟签订盟约。10国约定，自盟书签订之日起，10国之间终止战争，结成10国联盟，共御外患。若有1国被盟，其余9国共同讨之。晋国与楚国为盟主，鲁、魏、郑、曹、蔡、陈、许7国，每年需向2国纳贡，以为盟资。宋国作为邀盟国和东道国，不纳不贡，特立此盟书。各国代表对盟书有何异议，请当堂提出。我们郑国没有异议，我们楚国没有异议，我们晋国没有异议，我们鲁国没有异议，我们魏国没有异议，我们曹国没有异议，我们陈国没有异议，我们许国没有异议。既然各国对盟书没有异议，那么现在开始签订盟书。请各国代表朝天行礼。东道国宣读盟书。乙卯年中元节，宋国大夫项须发起了这次弭兵之会。此后，中原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终止了大规模的混战局面。
冬儿啊，爹要死了。爹死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家里实在太穷，没有给你留下什么。爹对不起你呀，爹，你别说，你的病会好的，爹。爹不行了。爹死后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，去找李尔啊，他是好人呐，他会帮你的。爹，爹。宗儿啊，跟着爹念：天一生水，天一生水，地六成枝，地六成枝，地二生火，地二生火，天七成枝，天七成枝，天，哎，马童，李二哥，怎么了？马童叔叔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爹去世了。马大伯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慢慢说。家里没钱，连棺材都买不起。我想问您借点钱，安葬我爹。别着急，庭阳，帮我去屋里取些刀币来。哦，快去，快。马头，你别着急。来，乡亲们，把那个挂好。对，哎，老刘、老李，来，跟你们，咱们赶快把灵堂布置一下。好啊。马头，马头，马头，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听说你爹去世了，没钱安葬，这不，我师傅让我送点钱过来。不用了，李二哥已经帮助我了，谢谢。给你就拿着呗，废什么话呀？哼，这走吧。好好玩啊！宗儿啊，哎，宗儿，来，找太爷爷。太爷爷。哎呀，好，宗儿慢点，哟呵，你看看你。太爷爷，你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哎，太爷爷哪追得上你们呢？啊！哎呦，瞧，这一头的汗哦。太爷爷，我不怕。宗儿啊，就是有豪气，跟你爷爷一样啊。宗儿啊，咱先不玩了，陪你太爷爷去见爹爹，好不好啊？你们自己玩吧，我要和太爷爷回家了。你们先玩啊，哎，先玩。接着玩了。哎，来，给太爷爷带路。哎，来，进来。哎呦，李儿，爷爷你回来了。啊，婷儿啊，儿在哪儿啊？他还没回来呢。来，宗儿过来。不嘛，我就要跟太爷爷玩。宗儿乖，去找你娘啊。我给你倒点水。哎，李儿上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哎，庭阳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是不是李尔他又惹你生气了？这跟李尔没关系。庭阳啊，待会儿李尔回来，爷爷说他啊。
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梨儿啊，不是爷爷说你呀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又招他生气，成天为你伤心落泪的，你呀，爷爷，真的不是梨儿欺负我。哎，爷爷，孙儿不孝，我要出趟远门。啊，又要去哪儿啊？你去多少时日啊？前几日听人说，在鲁国的太乙山上，有一位学识很高的先生。我决定去太乙山向他求学。哦，爷爷，现在天下大乱，诸侯争霸，民不聊生。此去，我一定寻求一条治世之路，求爷爷成全。哦，你，爷爷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四海为家。梨儿此次求学，定会有所长进。日后光耀门庭，我们都应该高兴才对。家里有我和宗儿陪着你，你就准许梨儿去求学吧。平阳啊，哎，梨儿这么一走，这里里外外全得由你来打理。爷爷老了，身边有儿孙围绕着，爷爷当然高兴了。可是啊，我也不能耽误了梨儿的学业，不是？让你受苦喽。啊，梨儿，快起来啊！谢爷爷成全。来，宗儿啊，来，到太爷爷这儿来。梨儿哥，哈，梨儿哥，马童，你来了。啊，马大伯的后事都办好了吗？都办好了。这次我爹的后事多亏梨儿哥帮助，谢谢梨儿哥。不用谢。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想请你明天去我家吃个饭。哦，为什么要去你家里吃饭呢？也没别的事，就是想答谢一下这次帮忙的乡亲们。我就不去了，因为明天我就要走了。走？梨儿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鲁国的太乙山求学。鲁国啊？太远了吧？那你得去多长时间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想会很久吧。哦。哎，梨儿哥，要不这样，你带我和你一块儿去吧。去鲁国这么远的路，有我陪着你，咱俩以后有个照应。不行，马童啊，马大伯刚刚去世，你们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呢。梨儿哥，我爹去世了，家里一个人也没了。你要不嫌弃我的话，你就带我一块儿去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这，好吧。哎，谢谢梨儿哥。母亲，孩儿马上就要去千里之外的太乙山求学去了。若母亲在天有灵，望母亲护佑孩儿早日学成归来，为天下百姓尽一份微薄之力。
众位父老乡亲，李耳就此告辞了。李耳贤侄，我这样称呼你，你不介意吧？您有什么事吗？这次你去那么远的路，一定要当心呐。家里有我和乡亲们照顾，你就放心吧。如此就有劳了。应该的。李耳啊，爷爷，放心去吧。爷爷在家等你。爷爷，听衙，宗儿，我走了。一路小心呐！路上，父老乡亲们，我走了。李耳，保重慢点啊！再见。一定要保重啊！李二哥，咱们已经到商丘地界了。马童啊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进城吧。啊，李二哥，那咱们进城先找个客栈住下吧。嗯，进去再说吧。哎，哟，客官来了。二位客官需要住店吗？李二哥，这地方挺好的。今晚咱们就住在这孟家老店吧。嗯，好。有房间吗？有，来里边请。李二哥。嗯。快吃吧，马童。两位客官请用饭，用完早些歇息。有事儿吩咐小的就行了。好，有劳了。哎，马童，多吃点。赶了一天的路，累了吧？李二哥，我不累。你也多吃点。好。谁惹事儿了？舅舅，我没惹事儿。你没惹事儿，人家刚才为何来找？我说了好话，说了是童心的声音。就这样，人家还不依不饶的呢。他们在大街上欺负人，我教训他们怎么了？童心，我说童心啊，童心，你以后能不能不再让舅舅操心着急了？你再让舅舅着急，舅舅就把你送回你娘这儿去。回去就回去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别走，孩子别走。舅妈，你别管。童心，真的是童心，真的是童心，童心，真的是童心姐。老头子，你干什么呀？乱讲什么呀你？哎，你怎么回事？童心，童心。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么些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什么人？童心，我是李耳啊。你不认识我了？李耳？什么李耳？不认识。童心，童心，
童心。童心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童心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来干什么？老天有眼，让我在这里还能再见到你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你我分离以后，我常常挂念着你。现在说这有何用？这么多年了，我的心早就死了。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。当初你我从晚秋回去，爷爷就逼着我和庭阳成亲。我不同意，爷爷他气得差点晕过去。我是不得已才和庭阳成了亲。成亲那天晚上，我在屋子里想了你整整一宿。天一亮，我就去找你，可你已经走了。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灵儿哥，我都知道，我都明白，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灵儿哥。这些年，你受苦。莲儿哥，童心，马童，